随来关心这个社会消息，这是不幸消息。伫台中太平透早呢，因为有火烧厝，警察人员到现场时，火已经失控啊。有一个42岁这个姓郑女性，当时甲外界看护伫咧厝内，这个看护想要救这个女性赶紧逃生，也过无成功。尾啊，这个看护为3楼塔门跳到这个隔壁的厝顶，互人救起来。啊，那这个女性因为有视障问题，未赴逃生，被烧死伫厝内。 大火直伫对窗口冲出来，消防队员到场的时已经开始火烧厝。警消出动23台消防车到现场抢救，当时厝内阁有一位电信小姐和外籍看护，看到火直直烧，女看护自3楼跳到隔壁的厝顶逃生，伊的面拢用火熏到乌去。出来哟！不是他不要走，你叫他走，他不要走就对了。对啊，停电不是因为按或者从3楼是按摸这样。 郑小姐因为目睭看无，未赴逃生，伫2楼窗仔边互烧死。大火伫透早3点半左右发生，一直到透早要6点才互控制。消防局透早进入会场调查导火原因。窗户遐看到讲，这边啊有迄鞭炮声啊嘞啦。声音变对啊，电信走火。分配一下这个，这里就已经有1楼上。 外籍看护当时伫2楼要救郑小姐，毋过无成功，刚才才跳去隔壁的厝顶。大火自1楼的电箱开始对楼顶窜，阁烧到隔壁的2间，好佳在无其他的人受伤。敢是因为烧拍电，警消搁来调查。